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友伯牧师。今天1月5号，我们要分享的是乱世中的救赎，祷告带来大逆转。我们要读以斯帖记5到6章。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人计划自己的道路，但上主导引他的脚步。箴言16章第9节。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礼拜四迦南之声的音乐主题是星星与月亮，主题乐器是音乐盒，用音乐盒的音色呈现出星星与月亮，给人微弱但温柔的印象。其实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君毅的妈妈说希望音乐能够安静一点，所以才安排了一个比较安静。在这一天另外也在旋律里加入了一首和星星与月亮有关的动漫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星期四的晚上总是让人有一种我再撑一天就能够结束工作的那种感觉。那这样子的白天是有一点难熬，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音乐来抚平你的心灵，并能够迎接今天晚上那种期待的心情吧。今天的经文描述在这些犹大族同心禁食祷告之下，同样是违抗王的命令的以斯帖，但是以斯帖他是有一个目的，是要为着整个民族的生存来觐见，所以当他违抗命令去觐见国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王向他伸出了手中的金杖，免除一死。而面对即将受死的末底改及犹大民族，因为亚哈随鲁王他睡不着，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哇，这才知道说是末底改拯救了他。当时他却没有得到奖赏，所以他就心中有数要预备奖赏末底改。我想是因为上帝感动王的心，向随意觐见的以斯帖伸出金杖，给予以斯帖特别的宠爱，并让睡不着的王因为听取历史的记载才发现，差一点杀掉这个救命恩人末底改。我们看到在大家同心禁食代祷之下，以斯帖他领受了上帝所赐的智慧还有勇气，他勇敢的冒死觐见国王。我们也看到得到王对他的宠爱。箴言15章24到26有这样说：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恶魔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智慧人生智慧人会走生命的路，使他远避死亡。相反的，我们看到骄傲怒气是使人走向灭亡。
今天我们看这2章的经文，反映出在以斯帖还有哈曼，借着刚才我们所读的经句或者是这些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如何远避死亡。但是我们从哈曼的身上，他的骄傲，他的怒气，我们也看到他最后他终要面对这个恶果。当以斯帖违例觐见王，王知道他肯定有事相求，所以呢，因此王就向以斯帖表示，他乐意答应他任何的要求，即使是连他国的王国的一半都愿意给他。哇，我们看到这个王真的很宠爱以斯帖。当时除了王和王后以斯帖之外，应该还有王的侍从在旁边，可能还有其他的官员也在场。所以以斯帖认为当时候还不能够揭露哈曼的诡计，还不是时候。加上波斯王族他们喜爱宴客，所以呢，他就心生一计，就邀请王来邀同哈曼来参加他所预备的筵席。经文没有解释为何以斯帖不在第一次筵席的时候就揭发哈曼的诡计。王后以斯帖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就决定邀请王和哈曼赴他第2次的宴席。那因为在第1次的宴席当中很令王满意所以王再一次再向以斯帖来保证，凡他所要的都必赐给他。那哈曼也觉得非常的得意，因为王后只邀请国王还有他共赴这个宴席哇，如此的殊荣让哈曼更觉得心里面那个志得意满。那或许以斯帖这样做，让哈曼失去了他心中的戒心，对王后以斯帖没有防备，也为他下一步顺利打击哈曼，为犹大民族向王请愿做了很好的预备。弟兄姐妹，我们在哈曼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的骄傲，还有喜怒无常，这也导致他走向他自己所结的果子灭亡之路。哈曼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与愤怒的发音和字形非常的相似，那愤怒几乎要成为哈曼最明显的特质。然而愤怒的背后隐藏着更多复杂的情绪和思想。哈曼对末底改的愤怒，起先是因为什么？末底改不愿意遵守王命，向他跪拜，他拒绝就是他外在向人表示尊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表示末底改不愿意向他表达尊敬的意思。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哈曼恼怒末底改的原因，是因为末底改看到他却没有站起来，并且他在妻子和他的朋友的建议之下，他就预备制作了5丈高的木架，准备来当刑具来吊死末底改。如果你继续看下去，我们就知道后面没想到他要死在自己所制造的刑具上面。虽然全卷书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若不是出于上帝的保守和引导，犹大民族的生命不可能大逆转，末底改还有以斯帖可能也会遭殃。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哦。我们来默想，借着大家同心禁食祷告，以斯帖违抗王的命令去觐见国王，获得国王他伸出金杖，并且应许他所求的。以斯帖及末底改和犹大族的人生因此大逆转。弟兄姐妹，你从这件事上，你有看到上帝什么样的作为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要说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在我们面对很大的困境的时候，你依然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是给我们有智慧和信心，让我们知道时时来倚靠你的保护，保守我们脱离死亡的网罗。我们也祈求主圣灵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留意听从你的话语，谨守遵行你的真理，也让你在基督里所应许的各样属灵的福气能够成就应验，使我们能够心存谦卑，远离骄傲。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再一次提醒，今天礼拜四的音乐主题是星星与月亮，主题乐器是音乐盒，用音乐盒的音色呈现出星星与月亮它的特色。希望这个音乐能够带给你的心灵感受神创造的一切美好。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新年蒙福，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